啊，对，今天要录的广告是中国移动全球通的一个广告，然后是那种会比较老气的广告吧，因为客户要求是那种给因为它毕竟定位是在全球通的客户上，然后里面还提到一些像 VIP 俱乐部啊，像这种东西都是那种很有财力的人，他们才能够去加入的。所以这次广告客户要求的定位呢，是一个30岁以上的这个男生的声音，所以今天我要充当一下30岁以上的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要开始录了。事业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事业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断进取的背后，更是我美好生活的绽放。在奋斗之外，发现全球通带来的惊喜与感动，以便捷业务打理生活，化繁为简。在疲惫8小时之余，享受商家联盟的生活服务，置身为享受商家联盟的生活服务，置身全球通 VIP 俱乐部，广交挚友。会生活，会生活也是一种成功。做新生活家，我能。中国移动通信，移动改变生活。做新生活家，我能。中国移动通信，移动改变生活。